唔知你有冇試過有呢種感覺，但你年紀越大，識嘅人越多，聚會同分手越嚟越親密，你就越覺得自己睇穿咗呢個世界上所有嘅關係，睇穿人哋揾你嘅原因，睇穿關係入面嘅計算，睇清每份熱情都有代價，睇清楚就算最親密嘅關係最終都會結束，所以你慢慢退縮，唔再敢完全愛一個人，唔敢無保留咁信任一段關係。你同自己講，呢個就係清醒嘅意思，呢個叫成熟。但奇怪嘅係，即使你睇得好清楚，你嘅日子反而越嚟越靜，人喺你身邊來來去去，但冇人真正踏入你嘅心。你識好多人，但當你想揾人喺深夜傾偈，傾下你嘅感受，你喺聯絡人入面揾唔到一個電話號碼。你話你中意一個人，但其實你知道你唔中意一個人，你驚失望，驚付出真心只會受傷，所以你一開始就唔俾任何人靠近。好多人成日話學佛就係斷絕門望同愛，無情同不忠，為咗逃離痛苦嘅海洋。就好似42章經入面流傳咗2000年嘅話，民忘生有，迷渣生驚。如果你同愛分開咗，仲有咩好擔心或者驚？好多人讀完呢句之後，覺得佛教教人唔好去愛，唔好有感情，要冷靜生活，避免痛苦。但今日我想同你講，呢句說話係對佛教最大嘅誤解，亦係對42經最離譜嘅扭曲。你知唔知42章經係講乜嘢？呢本係第一本傳入我哋中原嘅佛教經典。喺東漢永平時代，漢明帝夢見夜晚有金色身影，於是派遣使者西行求法。直到嗰陣，一位著名嘅西方僧侶舍木騰同朱法蘭騎住白馬，帶住經文嚟到這，見咗白馬子，並將呢部經典翻譯成對整個東亞文化圈產生咗影響。呢部經包含釋迦牟尼佛嘅42條簡短教導，冇複雜嘅名稱同深奧理論，一切都係最實用同直接嘅靈修教導，每句說話都可以應用喺日常生活。而切斷愛嘅墳墓，呢句說話絕對唔代表你係冷血無情嘅人，相反，喺切斷愛嘅墳墓背後，世界上最偉大嘅同情心。但嗰種深厚嘅愛，真愛，愛到付出一切，愛到迷失自己。講到真正嘅關係，往往唔係祝福，而係一個接一個嘅無聲傷口，只係因為咁多人喺場睇唔穿。佢喺今日嘅影片入面，我會拆解一個關於佛教被誤解咗超過2000年嘅真相。我會講一個1000年前嘅故事，等你可以見到一個被愛困住嘅人點樣慢慢明白愛嘅真正意義。我會同你一齊拆解，澄清你喺佛教入面需要切斷嘅保網，同你想離開嘅愛係咩？點解愛得太深，太過全心，會變成彼此嘅枷鎖？真正嘅同情心同世俗他人之間嘅根本分別係乜嘢？最後我會同你講咩先係真正嘅清晰，點樣喺關係中停止痛苦，點樣帶住愛心去做，但又唔受愛嘅畜生。正式開始之前，我想請大家喺留言區打離苦得樂呢幾個字，一方面係為自己種下一個好嘅理由，希望快啲擺脫愛情嘅煩；另一方面，我希望所有睇到呢條留言嘅人都可以擺脫執着嘅海洋，自由同平靜咁生活。你可能仲係唔信，覺得愛情永遠唔會受傷，冇情點可以係同情心，冇問題。等我慢慢解釋，你自然會明白。呢個世界有好多你理所當然嘅真理，但其實全部都係坑到嘅。而真正嘅智慧往往藏喺你最唔想相信嘅地方。講起呢個原則，我記得1000年前喺江南建港市發生嘅一個故事。
嗰陣時係東麗，健康就係我哋而家見到嘅南京秦淮河岸，每晚都熱鬧非凡，武夷巷都擠比滿咗顯赫家族。謝家就係其中一個，入面住一個叫謝清炎嘅年輕人，佢英俊又有寫作天分。細個嘅時候，佢喺整個金陵都好出名，好多細路女都暗地裏中意佢。但謝清炎唔中意佢哋任何一個人，佢心入面淨係得一個人。佢表妹蘇婉娘，婉娘係謝清炎姑媽嘅女，佢細個喺謝家長大，一齊讀書練書法，仲一齊喺院子種蘭花，兩個人一齊長大，深深相愛。屋企嘅長輩留意到一切，早就約定長大後會加深感情，舉行盛大婚禮。謝清炎自己都咁諗，佢相信今生佢同萬娘唔會分開，直到老年會俾萬娘世上最好嘅嘢，唔會俾佢受一絲怨氣。嗰年元宵節期間，佢哋兩個偷偷扭出府邸去睇燈籠表演。喺秦淮河畔，謝清炎同萬娘講，秋天考完省試之後會同屋企人傾婚事。萬娘面紅咗，點頭遞俾佢撒有蘇心嘅香囊，話呢個係愛嘅象徵。嗰晚月光柔和，河中嘅燈光嚟回閃亮。謝清炎握住婉娘冰冷嘅手，感覺自己係世界上最幸福嘅人。佢仍然諗住將來會同萬娘去快雞山睇山河，去乾塘睇潮汐，喺院子種蘭花，生兩個仔，一齊老去。喺佢嘅未來，每一幕都出現萬娘，冇一絲空白。但命運從來唔會配合人哋嘅願望。就係嗰個夏天，萬娘染咗感冒，一開始佢淨係咳同發燒，冇人認真對待，諗住食幾劑藥就可以好返。但我嘅病情日益惡化，最後連床都起唔到身，面色做白得似紙。謝清炎每日都喺萬娘床邊斟茶餵藥，從未離開過佢身邊。佢不停同佢講，你一定要好返，我哋仲係夫妻，會一齊去好多地方旅行。萬娘總係帶住溫柔嘅微笑，點頭，但佢眼中嘅光芒一暗淡。7月底一個落雨嘅夜晚，萬利世臨走之前，佢諗住謝清炎隻手講，清炎哥，唔好太掛住我，你要好好過自己嘅人生。嗰一刻，清炎感覺好似俾雷劈中咁，佢耳仔嗡嗡作響，乜都聽唔到。佢只能望住萬娘隻手慢慢放低，望住佢閉上眼，再冇開過。之後幾日，謝清炎睇落好似冇靈魂咁。萬娘喪禮嗰日，佢喊到暈倒幾次，醒咗之後繼續喊。佢唔讀書，唔見朋友，日日喺萬娘以前住過嘅細院，摸住萬娘用過嘅梳妝鏡，望住佢哋一齊種嘅蘭花，反覆欣賞萬娘鮮嘅香囊。佢屋企人試過勸佢，但佢唔聽。有個朋友嚟探佢，但佢連門都冇開。佢幾次甚至諗過同萬娘一齊走，佢覺得冇咗萬娘世界就冇意義，連活落去都冇必要。有一次，佢甚至將白色絲衣掛喺橫杆上，腳踏喺凳上。最後，當佢見到萬娘喺窗邊種嘅純心蘭花盆，佢雙腿軟晒，坐喺地上大聲喊。就咁過咗半年多，謝清炎瘦到只剩幾塊骨頭，眼神凹陷。任何見到佢嘅人都會話呢位少爺可能撐唔來。佢一個舊朋友忍唔住話，七霞寺嘅發光師傅好有德行，點解你唔去廟幫萬娘做個儀式，咁樣可以積累好業。謝清炎本嚟唔信呢啲嘢，但只要關乎萬娘，佢願意試。所以第二日，佢跟住朋友去咗城郊嘅七霞寺。當日多雲，山上籠罩住龍路，但廟入面好靜，淨係聽到木魚聲同受經嘅聲音。有個朋友帶佢去見住持陳發光師傅，師傅坐喺高室，遮住一件暗灰色嘅僧袍。佢睇落普通，但眼神清亮，
好似一池心水。謝清炎向師傅解釋佢嘅目的話，想做個儀式救佢已故嘅妻子。法師點頭同意，然後講咗幾句安慰嘅說話，大部分都係普通嘅，好似慰問同平安。謝清炎專心聽住，突然一股冇名嘅怒火爆發。佢覺得呢個和尚根本唔明白人類世界嘅痛苦，亦唔明白失去摯愛嘅感覺，所以先可以咁平靜同無憂無慮咁表達慰問。佢越諗越激動，終於忍唔住開口，語氣尖：師父，你講嘢好輕鬆，無論如何，你咁無憂無慮，當然唔會明白呢種心痛嘅感覺。地和尚日日講想愛，但其實你哋冷酷無情，連最基本嘅人情都冇。你哋真係修行緊咩佛法？附近啲朋友聽到佢咁講都嚇親，面色即刻變晒色。佢哋即刻向舊師道歉，話佢太傷心，講啲亂七八糟嘅嘢，叫佢唔好太認真。但法光師父一啲都唔嬲，反而佢笑咗，抬頭望住謝清炎慢慢講：恩人，你覺得呢個老和尚冇心咩？謝清煙挺直頸講：係咪啊？你切斷咗你嘅7種情感同6種慾望，對世上嘅一切都漠不關心，唔係咁冷漠咩？蘇師冇同佢爭控，佢淨係彎低身，從蘇修室角落攞出一盆花，係一盆純心蘭，被黃色冇精打采咁垂落，好似快要枯萎咁。自師將盆栽花放喺謝清炎面前講：呢盆蘭花係幾日前招聖者帶嚟嘅，冇好好照顧，快要枯死。既然你話自己好忠誠，識得珍惜人，點解唔將呢個大麻帶返回屋企好好照顧呢？如果1個月後你仲可以復活，我承認我真係冇心肝，你深厚嘅愛先係最重要。謝清炎望咗望快死嘅蘭花盆，再望向陳師，感覺呢個和尚喺同佢打賭。佢心入面諗，唔係淨係一盆盆花咩？我每日都照顧佢，點會唔留住佢？所以佢即刻答應，拎起盆栽蘭花跟朋友落山。返到屋企之後，謝清炎真係將呢盆蘭花當寶藏咁珍惜，佢驚會傾咗，所以每日救2次水，朝早1次，夜晚1次。佢驚曬傷，所以特登將佢放喺涼嘅房，連窗都唔敢開得太大。佢甚至去花市買最好嘅花肥，每2日噴1次。每日佢都要蹲喺花盆附近好耐，睇下花盆有冇復衰，有冇新葉長出嚟。佢覺得自己已經好好照顧呢朵花，肯定可以復活，但結果完全同佢預期相反。唔夠10日，呢盆蘭單止冇復原，被更加泛黃，根部開始腐爛，連一絲綠色都冇。幾日後，成盆花完全枯萎，連救都救唔返。謝清炎望住枯萎嘅蘭花，完全呆咗。佢唔明白，我已經付出咁多努力，俾咗最好嘅嘢佢，點解佢仲係死咗？佢唔信。第2朝一早就返咗七霞寺，想同陳師傅講清楚，話花已經快死咗，救唔返唔關佢事。當佢到達冥想室嗰時，師傅正喺院子度救花。院子入面種咗好多野花，有啲紫色，有啲黃色，盛開得好絢爛，喺風中搖曳，充滿生命力。謝清炎行過後，將枯萎嘅蘭花放喺地下，亂路咁講：師傅，呢個花盆已經差唔多死咗，冇可能救返，又唔係我輸咗。師傅放低隻，望住地上枯萎嘅花，再望向謝清炎，慢慢問：你每日澆幾多次水？謝清炎話：2次喎，我驚佢會受傷，所以救多啲水。知師再問：施咗幾多肥料？謝經恩話：最好嘅花肥應該每2日施1次，我擔心佢唔夠營養。好師微笑指住院子入面嘅野花，話：恩人睇下，呢啲野花冇人每日澆水，冇人施肥，連冇人照顧佢哋風雨淋住曬太陽，
但佢哋依然盛開得好靚。你嘅蘭花，你俾咗佢太多水同脂肪，你以為你珍惜佢，但其實你嘅愛太過分，破壞咗佢嘅根壁，佢走向死亡。謝清炎呆咗喺度，張口想講嘢，但一句說話都講唔出。師父繼續講，你以為你心愛嘅嘢係真誠，但你從未諗過對方可唔可以承受。你俾嘅係你想俾嘅，唔係佢需要嘅。你扭得越緊，愛就越深，對方呼吸就越困難。最後你只會被你嘅愛壓。誇花就係咁，人都係咁。謝清炎企喺度，耳仔嗡嗡響。佢第一反應係爭 B 話佢對萬良嘅愛唔係咁，佢真係想佢好好，但當啲說話講出口，佢就講唔出口。佢記得萬良生緊 BB 嘅時候，有段時間萬良想同其他姊妹去獻香，但謝竟然唔俾佢去。佢哋話外面人太多唔安全，所以堅持要佢留喺屋企。阮娘當時唔開心，好耐以嚟謝清炎都覺得自己冇做錯嘢，係關心佢。佢亦記得有一次萬良話想自己學針線活，仲想幫佢做多啲香包。謝清炎話冇必要，佢可以買最好嘅嘢俾佢，咁佢就唔使辛苦。萬良當時冇講嘢，但眼中帶住一絲失望。當時佢唔明白佢嘅意思，而家諗返轉頭，原來佢一直都係俾萬良中意嘅嘢，從來冇問過佢想唔想，但佢仍然唔滿足。佢覺得即使有啲嘢做得唔好，只要感情真誠，點會受傷呢？佢同老師講，即使我嘅方法唔啱，我都係真心嘅，我做嘅一切都係為咗佢好，咁樣真係錯咩？自師冇答，只係話忍忍，你今日先會返嚟，你落世時候去山腳下陳婆婆嘅屋企睇下，你就會明白。即係清炎半信半疑落咗山。我哋到咗山腳，真係見到陳婆婆屋企門口聚集咗一大班人，好嘈嘈。佢行過後睇，跟住先明白發生咩事。陳婆婆嘅老公早逝，所以佢獨自楞養仔，過住節楞嘅生活，將所有精力都放喺仔身上。佢唔俾仔同其他細路玩，話佢會走錯路。佢唔俾仔學佢中意嘅畫畫，話淨係讀書先會成功。佢甚至要控制仔仔識啲咩朋友，每日都要揾出佢去咗邊，做過啲咩。佢經常同佢個仔講，媽媽做嘅一切都係為咗你，你一定要成功，唔好令我失望。結果昨晚個仔偷咗屋企嘅錢，仲留咗封信話佢會去另一個城市學畫畫，之後就唔會返嚟。睇完信，陳婆婆當場崩潰，坐喺地下喊住講，我做呢啲都係為咗你好，點解你要咁對我？我好愛你，你點樣可以咁報答我？周圍啲人試過勸佢，但陳婆婆完全聽唔入耳。佢不停重複同幾句說話，話佢嘅愛係俾咗佢個仔，點解會變成咁？謝清炎企喺人群後面，望住陳婆婆喊到心痛，突然感到一陣寒意沿住脊背落嚟。佢見到嘅唔係陳婆婆，佢見到嘅係佢自己。陳嫲嫲唔愛佢個仔咩？愛，當然我愛，愛到願意用我一生去賭，但佢嘅愛壓住咗個仔，佢逃離呢個屋企。佢成日話係為咗仔好，但其實佢所有努力都係想仔，跟住佢心目中嘅路行，淨係為咗達到自己嘅期望。咁我對萬良嘅愛有幾多係咁？謝清炎唔敢再諗落去。佢返到屋企坐咗成晚，腦海不停閃過萬良，喊住同陳婆婆講，我係為咗你好先咁做。第二日黎明前，謝清炎起身再次去七下子，今次之前嘅穩路消失咗。佢行埋去渣師面前，恭敬咁鞠躬，講，師父，我唔明點解真愛最終會變成傷害，咁你應該愛啲乜嘢先唔會犯錯？
師邀請佢坐低，仲請佢飲杯茶。跟住我同佢講咗個故事。佢話好耐之前有個海邊漁夫喺沙灘救咗一隻受傷嘅海鳥。漁夫好中意呢隻海鳥，會帶佢返屋企，放喺最精緻嘅籠入面。每日結盟都會去海邊捕最新鮮嘅魚，親自餵海鳥。佢驚海鳥悶，所以每日都同佢傾偈。佢驚海鳥會著涼，所以特登用軟布包住籠。漁夫覺得，既然佢對呢隻海鳥咁好，佢一定會好開心，快啲康復。但海鳥一字唔受，唔肯食魚或者叫聲，每日都縮喺籠嘅角落，眼神暗淡。唔耐之後，啲海鳥死咗，漁夫好傷心，唔明點解海鳥咁努力都仲死咗。後嚟一位老人家同佢講，海鳥度本嚟係屬於海洋同天空，佢哋需要嘅唔係華麗嘅籠或者最好嘅魚，佢哋需要嘅係自由、海風同廣闊嘅世界。如果你鎖住佢，俾啲好嘢佢，唔係愛，係監禁。師父講完故事後，望住謝清炎講：恩人，你對萬娘嘅愛同呢個漁夫對海鳥嘅愛有咩分別？你俾佢你覺得最好嘅嘢，將所有期望同執着都放喺入面。你以為係愛，但其實你將佢當成自己嘅私人財產，想將佢困喺自己嘅世界入面。呢啲唔係愛，係貪婪，係執着。謝清炎低下頭，眼淚一滴落衫上。佢終於承認，佢所謂嘅心情其實隱藏住好多好多自私嘅動機。佢更愛萬娘，因為佢可以帶俾佢快樂，充實佢嘅生活，幫佢實現幸福婚姻嘅夢想。佢唔想萬娘離開佢，唔係話佢捨不得同佢分開，而係佢唔捨得失去佢帶俾佢嘅感覺。佢成日話愛萬娘，但其實佢最愛嘅係自己。土師繼續講，世界上好多人成日將貪婪誤認為真愛，認為愛必須被擁有永好，而對方必須完全屬於自己。一旦你攞唔到或者失去咗佢，你會覺得好崩潰，覺得成個世界都欠你。但佢哋唔知道，真愛唔係擁有，而係滿足；唔係索取，而係付出。你愛一個人，想佢開心，即使嗰份快樂唔係你自己，即使佢唔喺你身邊，你都會為佢開心。謝清炎抬頭雙眼紅紅咁問：師父，佛教係咪話要斷絕慾望同愛情？即係話你唔一定要有呢啲感覺，咁你連愛都唔想？飛師搖頭話：邊個話你唔想去愛？佛教從來冇教人唔好去愛，佢教人唔好貪心或者痴身。要斬斷嘅係你嘅佔有惑，要放手嘅係你嘅執着，而唔係你將心變成石頭。如果斷絕愛嘅霸王係冇情同不義，咁佛祖點樣可以培養大慈，拯救世上所有眾生？真正嘅愛係放低自私同執着，唔好再將所有感情撳喺我身上，唔好再諗我嘅愛人、我嘅孩子或者我嘅犧牲。只有當你除去呢啲我，你嘅愛先會變得純潔，唔會變成傷害。呢唔係冇情，係極大嘅同情心。聽到呢句謝清炎感覺好似俾閃電打中頭，完全清醒。佢喺寺廟入面住咗半個月，每日佢都睇住法光師父點樣治療人同人互動。當朝聖者嚟獻香，無論係富有診士定窮乞衣，卡斯都同樣溫柔同尊重。當佢見到路邊有螞蟻，佢特登繞路避開，踩到佢哋。見到受傷嘅雀仔，佢幫手包穩，然後放佢哋返森林。施愛所有有情眾生，但佢冇擁有任何嘢，亦冇執着於任何關係。佢對人好好，唔求回報，佢幫人唔求感激。佢嘅愛就好似陽光，照耀住每一個人，但唔會畜生任何人。謝清炎終於明白，自私唔係冇情，係佢嘅愛太大太廣，唔係普通人可以輕易付出嘅。
普通人嘅愛係兩個人嘅走紅、焦慮同不安全感嘅痛苦。武師嘅愛係對所有眾生嘅慈悲，一種自由而廣泛嘅溫柔。半個月後，謝清炎落山，返到屋企之後，佢唔再鎖喺細細嘅院子入面，佢整理好萬娘嘅物品，小心翼翼咁收起香囊。佢用咗部分家族積蓄，以萬娘嘅名義開設咗一間慈善糧倉，每年災難時分發米俾窮人。佢甚至請咗老師喺鄉郊設立免費學校，令啲負擔唔起學費嘅小朋友都可以返學。有人問佢點解做咁多嘢，佢話：我嘅愛以前淨係俾一個人，嗰份愛太強烈，令佢哋喘唔到氣。而家我想將呢份愛傳遞俾更多有需要嘅人。萬娘生前心腸軟，佢唔想見到其他人受苦，但如果佢知道，佢一定會開心。後嚟謝清炎活到70幾歲，從未再婚。佢唔再係以前咁陰沉嘅面孔，反而成日笑住，幫助咗好多人。臨終前，佢同身邊人講：我以前以為愛就係擁有愛，愛應該要永遠持續。而家我先明白，真愛唔需要緊握喺手上。如果你心入面有呢份善良同同情心，無論你去邊都會有愛。呢個故事就係咁流傳落嚟。幾千年嚟，好多被愛情困住嘅人，聽完呢個故事之後，慢慢變得更坦白咁睇嘢。有啲人聽完呢個故事之後，可能會覺得呢件事發生喺1000年前，咁同我哋今日認識嘅人有咩關係？其實唔係咁。1000年前，謝清炎同你今日基本上冇乜分別。我哋每個人喺唔同層面都變成咗過號嘅謝清人，用我哋以為係愛嘅嘢去傷害身邊嘅人，同時亦傷害自己。好多人唔知道佛教法句斷絕狀亡，離開愛情從來冇咁簡單。對好多人成日聽到呢4個字，第一反應係唔好拍拖，唔好結婚，唔好有家人朋友，斷絕所有關係，孤獨生活。呢種理解真係太膚淺，嚴重扭曲咗佛教嘅真正意義。首先，我哋要清楚分清我哋要斬斷嘅，往往同我哋想去嘅愛。而喺佛教入面，呢兩者就係42經入面有一段講得好清楚：人心懷惑望而唔見道，就好似人手攪嘅清水，當大家聚埋一齊，冇人見到佢嘅影子，人被愛同慾望恐擾，心中充滿混沌，所以睇唔到道路。咁係咩意思？即係話，當一個人心入面充滿慾望，真正嘅道就睇唔到，就好似一池清澈嘅水，用手攪動水變得穩到，附近嘅人睇唔到自己嘅倒影。當人哋陷入愛情糾眾，心會變得混亂，睇唔清真相，亦唔明白關係嘅本質。呢度講嘅中望唔係指所有情緒，而係指愛同中望同執着嘅混合。簡單嚟講，愛係有條件佔有中同期待嘅。我哋講嘅大部分世俗愛都屬於呢類愛。一個人通常唔係有原因嘅，你可能會中意佢哋靚，佢哋對你好，願意陪伴你，可以滿足你嘅情感需要。當你對佢哋好，潛意識入面你會希望佢哋對你好，希望佢哋永遠喺你身邊做你想做嘅嘢。呢種愛本質上係交換，亦係我自我嘅延伸。喺你所有努力背後有個我應該點對佢？畢竟我為佢做咗咁多，我好愛佢，佢唔可以離開我。佢係我男朋友、女朋友，唔准同其他女人有互動。隨住呢個我越嚟越大，你嘅愛會越嚟越扭曲，甜蜜嘅陪伴開始慢慢變成控制同促成。你開始偷睇佢哋電話，佢哋冇聯絡你就會嬲，或者覺得佢哋唔愛你，因為佢哋唔記得周年紀念你，不停
話係因為你愛佢，所以你好緊張佢，但其實你擔心嘅唔係佢，係你自己嘅安全感，你自己嘅佔有慾，已經變成傷痛。你以為你愛嘅嘢好深，但對對方嚟講，呢份愛太沉重，太壓迫，太窒息。同你一齊嘅時候，佢唔係開心，而係疲倦，壓力大，好似隻被困喺籠入面嘅雀仔，連自由呼吸都做唔到。所以好多情侶開始得好，但越愛越痛苦，愛得越多，爭吵同分手就越容易。唔係我唔再去愛，而係愛情入面有太多執着，壓得我哋兩個都頂唔順。呢啲唔淨係關於情侶，親子關係同友情關係其實係一樣嘅。父母成日話佢哋愛仔女係為咗佢哋好，但又逼佢哋學呢啲嗰樣，逼佢哋考試第一，搵穩定工，嫁俾佢哋愛嘅人。佢哋覺得自己付出咗一切，係世界上最有愛心嘅人。但佢哋從未問過自己嘅小朋友係咪真係想要佢哋，或者佢哋係咪開心。呢種以愛之名控制嘅愛真係好傷人。作為朋友，如果你覺得我係你老朋友，你應該同我講晒所有嘢，企喺我身邊，準備好隨時應急。如果對方失敗，佢哋覺得對方唔忠誠，友誼就冇意義。呢啲全部都係執着，將朋友當成私人財產。所以你睇，呢個世界上好多傷痛，唔係因為唔愛，而係因為佢哋愛得太深，愛得太固執，愛到失去界線，愛佢哋到當佢哋係自己嘅一部分。你愛得越多，就會攬得越緊。你握得越緊，就越容易傷害對手同埋傷害自己。而佛教嘅斷絕妄妄同失去愛嘅教導，就係要斷絕呢啲執着，擺脫呢種渴求。唔係叫你唔好愛你嘅伴侶，唔係叫你唔好愛你嘅小朋友，唔係叫你唔好愛你嘅朋友，而係叫你唔好用佔有何去愛，唔好用期望去假持你嘅伴侶，唔好將你所有嘅快樂同痛苦都抌喺佢哋身上。好多人成日分唔清渴求同同情嘅分別。等我講最簡單嘅標準，渴求係有條件嘅，同情心係冇條件嘅。當你愛一個人，你會對佢有期望同期望。如果佢對你好，你就會開心。如果佢哋對你唔好，你會嬲。當佢離開你嘅時候，你會心碎。你嘅情緒完全係由對方嘅行為主導。你愛嘅唔係嗰個人本身，而係佢帶俾你嘅感覺。你喺呢段關係中得到嘅滿足感。但同情心係唔同嘅，有同情心嘅愛，冇條件，唔求回報。你真心祝福對方，希望佢開心，希望佢唔會受苦，即使佢哋唔喺你身邊，即使佢哋唔記得你，即使佢哋傷害過你，你仍然希望佢哋過得好。你唔會因為佢哋點對你而改變主意。你嘅善良係由自己內心嚟，唔係因為對方就好似太陽咁，佢唔會因為你係好人就照你，或者因為你唔係好人就照你係壞人。佢嘅光係平等冇條件嘅，唔求回報，唔會因為你唔感謝佢而停止閃耀。真正嘅同情係咁嘅，所以切斷愛嘅慾望唔係冇情，而係極大嘅同情心。當你放低自私嘅佔有慾同固執嘅執着，先可以真心愛一個人。而家你嘅愛唔會再係枷鎖，亦唔會變成傷害。你俾對方嘅係自由、尊重同真誠嘅關心。你唔會再逼對方做佢哋唔中意嘅嘢，唔會再控制佢嘅生活，亦唔會再被失去壓倒。好多人誤會咗學咗佛教之後就要變得冷漠疏離，忽略家人，呢個就係切斷雙亡同愛嘅意思。其實呢啲根本唔係佛教，呢個係錯誤嘅觀點，係枯木豬
真正修行佛法嘅人唔係冇感情，反而佢哋嘅感情更加純淨、柔和同溫暖。睇下釋迦牟尼佛，當時佢放棄咗寶座出家修行，成道之後，佢仍然返工救佢嘅支超越妻子同仔女，照顧弟子，對所有眾生同樣充滿慈悲。唔係佢冇愛，而係佢嘅愛唔再只限於一個家庭或者一個人，係擴展到所有生命。佢唔會因為愛而受苦，因為佢冇執着，亦唔想擁有任何人。呢個先係切斷愛嘅扎花望嘅真正意思，唔係要切斷所有感情，而係將九雄自私同佔有高強嘅細微愛轉化成純粹平等同有同情心嘅偉大愛。好多人成日問，我只係普通人，係唔能夠得到佛祖嘅大慈悲，咁識呢啲原則有咩用？事實上，佢有好多實際用途。即使你唔能夠對所有生命都平等同有同情心，至少喺你自己嘅關係入面，你可以少啲執着，少啲控制，多啲尊重，要多啲體諒咁樣，你哋嘅關係會舒服好多，你自己都唔會受咁大苦。究竟乜嘢先係真正清醒嘅頭腦？我點樣先可以真正將呢啲智慧應用喺日常生活入面，改變我嘅人生？好多人成日誤會清醒嘅意思，以為清醒就係要睇穿人性嘅黑暗同關係入面嘅縱然，然後封閉自己，唔再信任任何人，亦唔再投資任何感情。佢哋呢啲叫做唔受傷，係清晰度。但其實呢個唔係清醒，係叫逃避。你唔敢去愛，因為你驚受傷；你唔敢有高期望，因為驚失望。如果你將自己困喺殼入面，你真係唔會再受傷，但你亦唔會感受到真正嘅溫暖或者快樂。你以為自己睇穿咗，但其實你只係經過後嘅傷痛。用冷漠嚟保護自己，真正嘅清晰唔係睇穿嘢之後嘅冷漠，而係睇清楚真相之後嘅溫柔。你知道人性有黑暗面，關係有起有落，付出唔一定有回報。愛嘅人無論幾愛都會離開，但你仍然選擇真誠對待他人，仍然選擇全心全意去愛，仍然選擇對呢個世界保持善意。只係你唔再執着於結果，唔再堅持要永遠相處，亦唔再要求對方平等對待你。簡單嚟講，意思係認真去愛，但唔係執着。要做到呢點，你首先要改變你嘅思維方式。以前每次諗嘢，你都會企喺我嘅角度，我可以攞啲乜？點解佢對我唔好？如果我失去你，我應該點做？一切都圍繞住自己轉，所以就算係最細微嘅不幸都會令你痛苦。而家你要慢慢轉身，站喺對方嘅角度，從關係角度諗，我可以俾啲乜嘢？佢有冇咩困難？一次相遇已經係緣分，點解要逼太多？就好似你嘅伴侶遲早回覆你咁，你可能會先嬲，諗住佢係咪唔關心你，定係同對方一齊？你越諗越激動，等佢回覆你嘅時候，你已經好嬲，想同佢爭煙。但如果你換個角度諗，可能佢喺做嘢，可能佢未睇電話，可能佢太忙。你關心佢哋食咗嘢或者攰唔攰，而唔係即刻問佢哋，咁樣雙方都會覺得舒服，關係就唔會因為路衰嘅事而有衝突。例如，如果你啲小朋友考試成績差，你可能會喺之前責罵佢哋，問佢哋點解咁冇動力。我為你付出咗咁多，而家你用呢啲成績嚟回報我。當你責罵佢哋嘅時候，你以為係為咗佢哋好，但更多時候你接受唔到自己嘅期望被打破，覺得你嘅小朋友喺你面前已經冇面子。但換個角度睇，啲學生已經盡咗最大努力，如果考試唔好，佢哋已經唔開心。
我應該做嘅唔係責罵佢，而係安慰佢，一齊揾出問題喺邊。讀書唔係人生嘅一切，佢嘅平靜同快樂先係最重要。當你咁諗，你嘅情緒就唔會咁易失控，你嘅愛都唔會變成傷害對方嘅武器。第二，你要明白所有關係本質上都係暫時嘅陪伴。呢個世界冇永久嘅伴侶，父母會先離開，伴侶可能會分手，小朋友會長大離開你，朋友會有自己嘅生活。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路要行，有人陪你行一段路已經係罕有嘅命運。你唔可以期望有人陪你一世，時差，亦唔可以將你嘅一生交俾其他人。你需要有自己嘅生活，自己嘅興趣同自己嘅靈性世界。你嘅快樂應該係你自己俾嘅，唔好將快樂嘅開關交俾其他人。好多人成日喺感情上優柔寡斷，但本質上佢哋嘅世界太細，細到淨係得對方。所以如果對方做咗一啲細微嘅擾動，你成個世界都會震動。如果你自己嘅世界夠大，有你想做嘅嘢，有自己嘅追求，咁愛就係你生活嘅一部分，唔係全部。失去愛情之後，你仲有好多其他嘢，你唔會覺得自己完全崩潰。第三，真正清晰就係容許一切發生。你要容許你愛嘅人唔愛你，容許關係淡去，容許你嘅努力得不到回報，容許事情同你嘅意願相反。呢個世界唔係圍住你轉，唔可能所有嘢都照你意。以前你可能會因為一段關係淡咗，或者有人離開而感到傷心，但當你真正醒返，你會明白聚會同離別係正常嘅，冇人可以永遠陪住你。珍惜相遇嘅一刻，分開時要好好咁講再見，唔好執着或者記仇。呢啲已經係最好嘅態度。唔好怪其他人點解會改變，亦唔好問佢哋點解離開。每一次離開都有原因，所有淡化都係累積。如果你接受，就唔會咁痛苦。第四，唔好壓抑你嘅情緒，但亦唔好俾佢哋帶你走錯路。好多人成日誤解修行，佛教唔需要有情緒，唔喊，唔可以嬲，必須時刻保持冷靜同冷靜。其實唔係咁，每個人都有嗰種情緒同望。當某樣嘢令你開心，笑；當你傷心，你會喊；當有啲唔公平嘅事，你會嬲。呢啲都係好正常嘅反應。真正嘅修煉唔係要消除情緒，而係唔俾情緒控制。當情緒湧上嚟，你可以感受到佢哋。你可以令自己傷心或者嬲一陣，但唔好陷入其中。你就好似旁觀者，睇住自己嘅情緒升起，又慢慢消退，好似睇住天空入面嘅雲嚟嚟去去，嚟嚟去去。呢啲係好自然同自然嘅。例如，如果你分手咗，當然會覺得傷心同喊。呢啲係完全正常嘅，唔好逼自己唔好喊，唔好逼自己即刻好返。你可以令自己傷心一陣，但你要知道呢啲情緒會過耗，你唔可以永遠困喺呢個地方，亦唔可以因為一次分手令你唔再相信愛情而覺得人生絕望。情緒就好似潮汐，有高潮就有退縮。如果你唔同佢哋對質，佢哋自然會退縮。你越係同佢搏鬥，受嘅痛就越多。當你逐步達成呢幾點，你會發現自己嘅心態會完全唔同。你唔再為啲瑣碎嘅事情起伏，唔使再諗太多人講嘅嘢，亦唔會因為關係嘅得失而心碎。你心入面仲有愛，你依然會對人好，依然會認真對待每一段關係，但你唔會再受佢哋束縛，亦唔會為愛而受苦。你會活得好自由，好自由，好溫柔。呢個先係真正嘅清晰，係放手往往帶嚟嘅真正改變返去最初嘅問題。
點解你睇穿人性，但生活期間反而覺得孤獨？因為你講嘅睇穿，其實係以失望收場。你覺得心碎同冇愛嘅嘢，其實係因為驚受傷而逃避。如果你將自己鎖埋一齊，唔俾人入嚟，唔出街，你自然會覺得孤單。真正嘅覺醒唔係唔愛，而係學識點樣去愛，唔係要斷絕所有關係，而係唔好陷入困境。42章經講咗好多，但核心其實係一句話：所有痛苦都源於對愛嘅執着，所有安慰都來自同情心。斬斷酸忘去愛切斷自私，酸忘嘅係對持續執着嘅執着，唔係做一個冷漠嘅人，而係變成一個有更大心嘅人。當你將細微嘅擁有愛換成偉大嘅同情心，你就唔會再焦慮或者困喺孤獨入面。如果你心入面有善良下愛，就會喺你去到邊度揾到。如果你有一顆大心，就唔會俾細微嘅得失困住。今日同你傾咁耐，我唔係想人人都出家或者做聖人，我只希望睇完呢套戲之後，大家可以對愛有新嘅理解，未來嘅關係會少啲執着，多啲尊重，少啲控制，多啲同理心。唔好為咗愛而傷害身邊嘅人，亦唔好為咗愛而折磨自己。如果呢條片有啲啟發咗你，我希望你可以 like 同推上去，咁多被愛困住嘅人都可以睇到。如果你有朋友喺感情上猛炸，歡迎同佢哋分享，可能幫到佢哋向前行。施法嘅功德無可估量，分享智慧其實係一種好事。你亦歡迎喺留言或者寫低你想祝福嘅人名。希望所有睇呢條片嘅人都可以喺愛情中揾到安慰，而唔會傷害其他人或者自己。最後，我想同大家講，人生苦短，揾到鍾意嘅人唔容易。就算你揾到想做嘅嘢都唔容易，敢於去愛，敢於付出，但唔好死死抓住或者縮縮自己。珍惜呢次相遇，分開時要好好講再見你呢。如果你放低執着，你會唔會最想再好好咁一個人？定係有其他原因？